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0月4号，我们要分享的是归回名单 1.0 中青篇。我们要看以斯拉记第2章1到20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那得胜的人也要同样穿上白袍，我绝不会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除掉。在我父亲和他的天使面前，我要公开承认他是属于我的。启示录3章5节。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是1993年真实事件被写成小说后再拍成电影。这部电影的剧情在描述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受到纳粹的迫害。辛德勒是德国的商人，他运用他的关系与金钱列了一份名单，让那些人可以去他的工厂工作，免于受到纳粹的迫害。而这份名单就是辛德勒的名单，共列了1100位犹太人的名字。辛德勒一开始只想要赚钱做生意，其实他是一个有智慧聪明的商人，而且能言善道。他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雇佣了犹太人。他起初只是因为犹太人便宜，他把人从聚管区拉到他的工厂来工作，只是不想工厂生产停摆。而他的会计是犹太人，一直私下帮助犹太人脱离困境。当纳粹对犹太人越来越残酷的时候，犹太人也渐渐把辛德勒的工厂来当作是避难所。辛德勒一开始很生气，但是到最后呢，他燃起了善念，尤其是他在聚管区见到有一位小女孩的尸体的时候，更确立了他救助犹太人的心志。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第2章1到20节，我们也看到一份的名单。以斯拉把带领民众归回的领袖及宗族的名单放在前面。我们先来看2个人。所罗巴伯，他是约雅斤王的长孙，他代表的是大卫王朝的后裔。耶书亚，他是大祭司，这正好是君王与祭司之分的延续，直指后来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身份。名单的其他人在本卷书别处就不再出现。而在这里的尼希米，不是尼希米记中那位官员尼希米，这里的末底改也不是以斯帖中的那一位，只是名字相同啊。这个名字是在那时候很普遍。以色列人民这个词可以清楚来与被掳前的祖国相连，这显示归回的人真的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名单可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是按着宗族或者家族的名字记录，第2章3到20节。另外21到35节是按着家乡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宗亲跟同乡族。这是以斯拉的记录特色。
也可以看出它含有明显的及隐藏的两种意义。这样的记录法可能是当初在登记的时候采用的不同的方式，不过呢，这也应验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双重应许，后裔与土地。这份名单的背后隐含着让亚伯拉罕子孙的延续，以及对故土家园的神的爱。这两种意念的延续，这里让我们看到在领袖之后记载着族谱或者是宗族的名字，其实它象征着他们看重血统和信仰的纯正性，因为这跟背后他们要继承的产业是有密切的关系。这也代表着他们是一群立约的群体。我们来看有哪些人的名字是被记载在这份名单上面呢？就是那一些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付上代价的人。这些人是愿意从安稳舒适的环境回到残破不堪的圣城耶路撒冷来参与重建的人。论到那一些留在巴比伦，他们在安舒的环境不肯回应呼召，这份名单里面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哦。这名单显示每一个愿意归回的人都被数点，都被上帝所纪念。然而有没有被选上被记录在这份名单，是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做决定。当他们愿意接受呼召，被激动，愿意起来采取行动，他们的名字就被记录在册子上面。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圣灵也在感动我们的心哦。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圣灵也在感动你，你的名字是没有记载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册上，除非你的心受激动，并且愿意用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救恩的呼召，才能够被纪念，才能够让你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如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句，那得胜的人也要同样穿上白袍。我绝不会从生命册把他的名字除掉，在我父亲和他的天使面前，我要公开承认他是属于我的。圣灵是不是也激动了你我的心？你得救了，你愿不愿意来参与建造教会？可能你觉得此时的教会好像残破不堪，百废待举，或者是你不满意，需要重新来建造，需要付上代价。当你愿意回应呼召，离开你的舒适圈，一起来参与建造，你的名字同样能够被主纪念，并且记载在这册子上。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还在观望吗？看看别人做得怎样，会不会付上很大的代价，会不会累，然后再做决定要不要跟进吗？就像其他的人，他们等，可能有一些人等到死啊，因为第二批回归的人可能是60、70年以后了。你有多少的年日可以等？你可能在等，我有空，我排除我的困难之后，我再来信主。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生命这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的。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起来行动，
让你的名字可以被主来纪念。我们来默想那一些受上帝激动以归回行动来回应呼召的人，他们的名字被记录下来，而你的名字是否也能够被记录在主的生命册上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物，并且掌管人类历史的主。你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呼召我们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国度，成为上帝你的儿女。你也呼召我们一起与你来同工，让我们有份参与在上帝国度的建造，能够带领人来归向你，同得福音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勇敢地踏出信心的脚步，愿意付上代价来回应你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份感动，并展现出行动，让我们的名字能够被你所纪念，让我们的名字能够放在你的生命册里面。求主的圣灵再次来激动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愿意口称耶稣是主，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